瓜本地互人羁押禁见，民众党靠支持者伫咧今仔日司法节上街路抗议民进党政府，由国民党的立委到场声援，也拿民进党方面是表示尊重。另外，立法院司法委员会民进党调委张嘉宾，甲后礼拜一的会议主题改做民众上街头对抗司法审判，敢有妨害司法公正罪，这是互国民党立委齐卡新批评是累戒严。 民众党在号召支持者行上街路，诉求司法正义。未赞成前主席郭文铁因为假犯涉案甲政治献金案被关押。那郭文铁的小妹郭美兰到现场，加要陈培基更加是大声维护先生的清白。既然有媒体认为他来看爸爸是准备要逃亡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大病危，请让阿北回家尽孝。 有着报条，呼吁郭文铁登记辞位。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伫面册赞声，党中央干部啊超过10位党籍立委也到现场支持。民进党是表示尊重，也佫呼吁莫用无正确事实鼓动民意。对抗民进党这一个绿色威权的恐怖统治下面，台湾人民不分党派都应该要团结在一起站出来。如果你的主题是 没有办法得到多数人民信任的，反而是在的把民意压缩到极端化。我想，民众党会让自己的支持者越来越少。另外，立法院司法甲法制委员会民进党调委张嘉宾变更下礼拜13议程，加主罪改罪，号召民众行上街路对抗司法审判者，是不是妨害司法公正罪现行犯，引发在野不满。对于发起这样的群众，是否会去 影响司法的公正审判，我们觉得也要来听听司法实务者的心声。钟嘉宾，如果你觉得我们都是现行犯，你现在去报警，把我们现在在场所有人都抓走，看你敢不敢？你民进党心中的小警总是不是浮现了？你民进党是不是才是真正的在学习尹锡悦赖戒严？ 支持者继续来集合，对着号召民众行上街路，司法院解释应该受宪法集会保障。法务部也表示尊重集会游行自由，那看涉评测应该看个案立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